续来看台中清水的清泉国中发展这种公影戏红仔的课程真侪档咯。这届参加全国学生戏剧的比赛，第7届连总摕下特优的好成绩。这学生真专心伫人戏红仔，佮配合灯光甲口碑。清泉国中今年以这出第3个愿望的光影戏，摕到全国学生戏剧比赛特优，完成7连霸。啥人啊？是我啦，我文啊！哎呦，阿文哦，问无数啦。这学生囡仔为袂晓讲台语，为了配合光影戏红仔的课程，逐工一直练习，才有这个成果。毕竟大家都努力了这么久，然后拿到这个成绩，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非常好大的一个里程碑。学校希望用这个课程，带囡仔结合创新的手法，传承传统的表演艺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